雅果集团主办的2024 TSL 台港集团 TSG 帆船比赛，总奖金高达175万。经过4天的激烈竞争，比赛结果出炉。30日伫雅果台南安平游艇城举办颁奖典礼，包含市长吴伟特、议员陈怡晶、李启伟、沈振东、蔡小薇等贵宾亲临现场观礼，场面热烈。台港集团 TSG 帆船赛，不仅是集这个帆船运动，也集国民旅游，甚至集我们台湾的在国际帆船界的能见度于一身的一个活动。非常感谢台钢集团侯董事长他们真是这个不依不饶，一直坚持来提倡这样的一个帆船活动。我们向海致敬，向海致敬一定要落实，而不只是向嘴巴致敬而已。所以呢，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定会全力配合。台湾四面环海，所以说应该要推动更多的海洋活动，包括帆船，还有包括水上活动。雅果集团积极推动台湾海洋文化甲帆船产业发展，致力推展台湾成为国际帆船界的重要舞台。集团董事长侯友玲表示，因为比赛期间海象无好，互伊优先选手安全，烦恼到2天无困，所幸最后比赛拢顺利完成。这些选手里面呢，很多都是身家超过几十亿的比赛的前一天其实我真的没有勇气办下去。因为想想这些人的生命安全就在我们主办单位的一念之间。担心了2个晚上，真的心理压力太大。看到这个大风大浪你们在海上拼命，我连续2个晚上都睡不着。稍微风吹草动，就马上醒来。还好比赛有顺利圆满成功。为展现对着海洋运动的支持，雅果集团董事长侯友玲特别捐赠100万，支持台南市西门实验小学帆船队，由市长吴伟特甲西门国小校长吕翠玲代表受赠。希望帆船运动自细汉扎根，培养更多热爱海洋运动的年轻人才。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